全球對醫療服務及護理人才嘅需求不斷增加，香港三育書院開設健康與復康服務高級文憑課程，為有意於醫療保健範疇發展嘅同學提供專業培訓同埋基礎技能訓練。喺2年嘅高級文憑課程裏面，學生會得到護理、康復治療、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同埋言語治療等專業知識，為繼續升學或者就業做好準備。佢哋亦都可以選擇升讀護理學學士學位課程，以及言語治療、營養學、生物健康科學或者心理學等領域相關嘅學士學位課程。學校亦會安排學生喺港安醫院及其他復康中心接受職業實習訓練。學生畢業後可以喺各種醫療服務機構擔任輔助醫護人員、2級或者3級護理助理同埋康復助理，包括物理治療助理、職業治療助理等等。課程嘅第1年後，學生將會有資格申請成為社會福利署嘅註冊保健員。學校設有完善嘅護理實驗室以及復康教學設備，讓同學可以有更全面嘅模擬訓練，將課本上所學到嘅知識應用喺病房入面。課程依家已經接受報名啦！